来自全台湾各地民众拢投入灾区来协助重建，即阵是已经拼超过10000栋的土煤。不过，为拜六开始，这花莲将有可能会落大水雨，都惊会去影响到救灾。对此，环境部长是表示，已经有设排水的设施来防止过做大水。马太安溪崩山湖崩化了后，已经超过1礼拜，这几天拢真好天。不过，受到已经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。 这个拜六礼拜，花莲的天气可能会变天。降雨的时间大概就是4号左右那一天。那雨量的部分呢，以目前的资料显示，大概就是大雨到豪雨这样的一个等级。到清理落高煤之间，为全台湾各地来协助灾区复原。不过部分的车路落高煤甲粪扫已经顶到干那山，若无赶紧处理，花落若落雨，造成第2届的污染。目前环境部按算先甲车路清好清气。 嘛，因为落雨会当甲车路的垃圾土洗掉。我个人反而希望在市区多一点这个雨啦，因为这个淤泥都已经开始硬化了，所以如果下一点雨那个淤泥就会好一点点。那万一我堆好的那个淤泥没及时清走，然后又大雨又冲刷，那不是二次伤？不会干掉之后非常的硬啦。那下一点点雨让它润滑一点点，或许有一点好处。 清出来垃圾土会先送去规划好势的4大暂时坑地场，拢是先甲大藤石的土地，面积要到30公顷。环境部讲，暂时坑地场有简单的防污甲排水的设施，较唔惊大雨安尼强，甚至是溢流。咱若目前第一要紧的是爱甲大排水沟甲化粪池的垃圾土清掉。 还有这个水沟、侧沟，所以这个也影响到当地的生活，包含它的这个化粪池、厕所都没办法使用。所以目前我们现在正努力的解决民生的问题为主。 估计为崩山湖拼出来落高煤有甲3000多万吨，有袂少拢流去市区，目前程度超过1万吨。前几天市区的交通真乱，地区清理的速度无法度真紧。不过中心协调了后，目前由军方指挥，希望会当开始加速。花莲县府嘛讲，希望协调会当每一天有100台以上大型的车来到清理落高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